美中的关税战，即马美国嘛想办法，无要互中国，防止中国来生产地。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即马是打算要对东南亚扣重税，亲像柬埔寨出口去美国的太阳能产品，关税有可能要扣到超过3500%，目的就是无要互中国生产地。美国保育相关官员最后确定的关税案，对象包括中国的晶科能源、天河光能等企业所生产的太阳能发电相关产品，也有引设伫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甲越南的工厂。美国认定这些厂商伫无平等的补贴政策之下，以比生产成本较低价格销去美国市场，冲击美国的光电产业制造商。徛伫中资企业设厂的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关税谈判的态度，计划扣的税率差别真大。像晶科能源伫马来西亚工厂的产品，税率有价是41.56%；天河光能伫泰国生产搁输往美国的产品，税率就达到375.19%。路透社报道指出，因为柬埔寨对美国的调查采取无合作的态度，所以中资由柬埔寨输往美国的关税税率就设定超过3500%。这摆将对性条款关税是由美国的第一太阳能公司甲伫美国有设厂的韩国汉华集团，透过美国太阳能制造业联名，向联邦政府提出告发。对于美国关税谈判真配合的韩国政府，也针对中资透过韩国生产地转口外销美国的状况展开取缔行动。저희가 이제 아무래도 위치상 중국이랑 가깝기 때문에 중국에서 이제 한국 경유해서 미국으로 가는 경우가 많은 것 같고, 또 중국뿐만 아니고 또 동남아 쪽에서도 충분히 이제 한국을 경유해서 갈 수 있기 때문에 그쪽으로도 좀 사건이 좀 발생할 가능성이 높다고 생각합니다. 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指出，韩国关税厅2024年11月就照着独检厂商仓库，查获中国籍的仓主驶过韩国，假作是韩国产品外销美国。2025年1月也查出伫韩国的中资将中国籍电池换包装，假作是韩国制品转口输往美国，所以决定加强查缉中资生产地连累韩国业者的行为。公司新闻起家真编译。